来，告知宗旨。告知宗旨。敬天地礼心灵，爱国重视敦品忠烈，好父母重师尊，信朋友好用爱乐向善，感应我能不得，千万我教圣人之恶止，较准属于公上之鼓励，切心得如照计受经，维护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机良人之志坚，记立立人，记达达人，愿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记世界为大同。好，通过礼拜。来。礼印大同篇，礼印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宣贤以灵，方善事木。个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子女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岛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恶其气，地也不必动于己；逆恶其不出于心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无必而不兴，故得切乱结。而不作，故为何而不必？是为大同。好，心经。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我闻该空度一切苦业。这里住色不能空，空不能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如是。这里住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。不过不增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脑数也无脑数尽，无可执灭道，无地也无地，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依发这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反而变得妄想究竟一派。三世诸佛，依发这波罗蜜多故，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发这波罗蜜多是大成就，是大成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顶顶就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本虚。故说发这波罗蜜多就，即说就曰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阿。来，清净经老经。清净经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性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有形人我；大道无名，两用万物。我不知其名，将名曰道。无道者，有清有毒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毒，天动地静；男清女毒，男动女静。根本流我而生万物。清者毒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灵相清净，天地皆界居。无人心好清而心了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见之。将人见其欲而心自主，心自静；静其心而心自清。自然力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平，欲未见也。能见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观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无无也无；无无既无，当然相即。即无所即，欲其能生；欲其不生，即是真正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即是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是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令我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师无精，下师好精。上得不得，下得即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得得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心；既惊其心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有苦身心，变作毒药，流浪生死，伤沉苦海，应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我者自得。第五道者，常清净矣。好。感恩这边啊。我老师好啊，谢谢老师啊，感恩上天主逼。谢谢考生。